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醫案精選。呢個醫案精選係嚟自1965年嘅中風病例。女患者65歲，家人推住木頭車過嚟一齊求診。病人半身不遂3日，煩熱不能入睡，頭暈頭痛，胸悶，舌黃苔膩，舌色紅，脈弦滑兼數，血壓非常高。不過佢嘅經濟能力有限，所以胡希樹就開咗呢條藥方：10克黃連、10克黃芩、10克大黃、45克生石膏。呢服藥當時價值2毫子，亦即係等於一餐飯嘅價錢。病人飲完一劑即見效。之後胡希樹合桂枝茯苓丸、大柴胡湯，再加生石膏作調理，最後成功醫治咗呢個中風嘅大嬸。